前内政部长苏莱曼·苏伊路与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的民间团体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州长和移民局组织的开斋晚宴上。他在晚宴上讲话时强调，我国为维吾尔和其他土耳其同胞在居留、工作、医疗和申请土耳其国籍等方面提供了法律保障。我们努力解决你们取得土耳其国籍问题。伊斯坦布尔省长表示，伊斯坦布尔已为15344人提供长期居留许可证，为1245名维吾尔人提供人道主义居留许可证。内政部长苏伊路受到了维吾尔人的热烈欢迎，并跟他们分别握手问候。晚宴在祥和的气氛结束。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周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讲，直指如果有人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穿着人民解放军将军制服的魏凤和枪声，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都不会成功，任何对台湾问题的干涉都注定要失败。魏凤和说，如果有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只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战斗。美国是不可分割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必须并且将会统一。在南海巡航仪式上，魏凤和直指美国岛某些不属于这个区域的国家总爱假戏自由航行之名，在南海大型秀肌肉和武力之势。人权观察组织上周四发布报告，详尽披露中国当局如何利用监控应用程序，对东突厥斯坦穆斯林进行大规模监控和任意拘留。这款监控程序连接一体化平台监控系统，以36种人为数据为收集目标，如身高、政治倾向、用电情况，全方位涵盖公民的身份特征及社会关系，还可追踪手机、身份证动态等，并向警方和官员报告被视为政治不可靠的对象。伊朗局势持续紧张，美国人也在为潜在的战争做准备。波斯湾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海军及空军上周六与阿拉伯海举行联合演习，出动战略轰炸机及林肯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战机，模拟发动联合攻击。在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2个星期后，林肯号航母打击大队进入阿拉伯海，配合空军 B-52轰炸机进行的联合模拟打击演练，向伊朗施加压力。以色列人庆祝占领耶路撒冷52周年纪念日。以色列警方当天允许犹太人进入圣殿山庆祝耶路撒冷日，引起穆斯林不满和抗议。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同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长期以来是巴以冲突的焦点。以色列在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中从约旦手中夺取耶路撒冷老城的控制权。